啊，我们也要来一起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记载以马太福音第5章30到40节。我们圣经还是用台语，用华语来念啊。咱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0到40节。我是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跟导师们一个，主我感谢你，我们主我的心，让我来敬拜你，然后继续来看主耶稣甲后代人，我们已经到第9课，我们上来看主耶稣早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受到真侪一种阻挡的，有甲伊对敌的，有反对伊的，有想要陷害伊的，主耶稣是安怎来面对这个？伊互我的教示是啥物？阮来伫现代社会中间，阮嘛有这种情形，阮要安怎对耶稣伊的教示来伫学习？求主你开阮的心门，互阮有上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阮来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我会记是几啊年前开始咱的大夫的时候，我甲问讲，咱中间袂晓听大夫的啥物人？中间不会听台语的有谁？基本上都不会听的有谁？举一下手好吗？无啊，大家拢听有吗？是经常听多听少的啊。我们每个月第3个礼拜都是台语啊，因为住伫台湾，但是要多元化，华语我们也希望能认识，台语让人当认识啊。语言是愈办愈多愈好，像拄只高阶语言咱去到底。即家己加拿大就是英文嘛是会使带的所以在以前几年，那个大陆他们开始以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中间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一直足侪迄个公司拢伫来台湾设公司，在外国公司来台湾设公司，才为台湾派人去来了，所以。大陆的这种伦理道德观跟我们不太一样，跟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样，所以以前行只要离这个大陆真长出困难的，所以在找会晓讲华语的人退隐当中。那在台湾其实已经跟世界都已经接轨了，因为生意做那么多，所以也当在生意上跟贡献也当厉害，所以用伫台湾设公司，然后派人到伫台湾去，所以一直两讲。台语讲华语人很吃香语言就是安尼，你若读愈侪时，你若捌愈侪时，你伫这个世界就会当帮助后来你讲这个耶稣甲现代人咱讲耶稣是出世伫这个西元元年的时阵所以新约时代距离咱即摆已经2000年左右然后他来是出生以色列，所以帮助以色列人。但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帮助吗？他能够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形吗？因为科技这么进步，才会看这个物件，你会当你底下资料你上网去看你若要找这种资料，你无你个拍 Google 内底拍一下相关的词，伊就拢找出来。
有遮尔啊复杂的，所以咱讲即摆人根本就无外出拢原因，你在年就是安尼。耶稣敢袂当明白安尼？然后说，你看你早以前你敢对咱会当明白？对咱现在有啥物帮助？所以咱嘛，敢对这圣经中间领方面来看，咱已经讲起8堂课啊。他嘴皮，他病人，他劳苦大众，他孤单的人，他绝望的人，他祈求的人，还有自义的人，自己以为自己，还有理性主义者，他今天在讲的敌对嘛。因为咱讲的理性主义者是讲的哥尼流，伊讲去找耶稣，去找讲伊找耶稣讲伊要怎会当灵性者，啊，所以讲伊在顶头生。你讲啊，人要那个你慢慢发度，个一代来生出来，所以很显然，伊就是讲啊，人类知识想要去了解有关灵界的事情。所以其实最近就这个讲到中间会渐渐去提到，包括讲让解福音主日，咱讲有这个改命换运，又去算命啊，有这个风水的问题，有等等这拢甲这拢甲灵界有关系。灵界有没有这个东西？有，但基督徒通常都没有无禁忌的，咱无禁忌，所以咱若要看风水，啊嘛要看时间，要看第时好时好日，要做啥物？咱无咧看这是物啊，咱有一个主，咱有一个耶稣上个大神，互咱挂靠。但是真侪人伊毋捌耶稣的时阵，伊嘛会去烦恼，去做这个代志嘛。所以共款，咱若是这个灵界物件，咱若要用咱有限的、有限的知识去了解，真正本来就非常困难哦。所以这个跟我讲的理性主义者，要甲伊讲，咱拢是被造物，然后咱拢是软弱，都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要了解，要明白灵界是呢。只有从天来的人，才当把它明白。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也当中天国的事情来讲清楚。咱不要这样会当搁较清楚挖掘，依靠他，然后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现在都讲点敌对人哦，在几个问题问咱大家，你要懂得你的敌对、反对你的，然后甚至会反抗你的，然后常常造成你很困扰。是在讲，实际上你在工作上，而且你在信仰上、你感情上，而且利益上的这种问题，你甚至知影这个原因无？有人可能连原因嘛不知，为了反对而反对嘛。你想看卖，咱在学校中间，你当着霸凌，为什么你会叫霸凌？你敢会当问这理由？无啊，因为你看就是好欺负的，安尼尔，所以甲你欺负。但是你会当问为什么安尼？常常嘛毋知影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咱嘛毋知影。但是咱知影，咱伫咱生命中间，咱定来去等着咱啊，等着人家不喜悦我们，人家会反抗我们，人家会对付我们，定了等着种情。耶稣出去传福音，传真好的福音，互人是嘛是一等着食的啊。所以共款咱的生活中间嘛有。所以你若等着这种敌对你的，你会直接上帝按照去面对。但是咱是基督徒的，主耶稣不忙咱会当照着伊的教示去面对。那是圣经中间的教示是安怎？咱毋知最高的，咱就用耶稣最美咱来看咱今仔日的学习哦。耶稣伊伫家乡哦，伫拿撒勒的时阵哦，咱看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30节，伊等到伊家乡给他传福音的时候，避免遐人怒气满胸，伊家乡的人，因都非常气耶稣，要甲伊撵到他出城去，要甲伊从这个山崖给杀落去。耶稣讲的无为啥？耶稣的威荣甲个威力哦。所以咱讲耶稣一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甲伊敌对。所以咱咧讲耶稣伊的东西，伊咧讲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嘛是有人毋是跟福音有关的哦。伊耶稣嘛有。伊耶稣人，伊感觉讲伊应该最好，那个最好，开始反对犹大的是安尼吼。
咱看咧第3年耶稣第3年甲福音中间是有法利赛人、有文士、经学士，还有撒都该人，因家呢不断耶稣来找耶稣的毛病，而遐来质疑伊，来攻击伊，甚至包括祭司长、长老呢，更想除去他。但是讲祭司长甲长老是咧创啥？敬拜上帝的主角。祭司长就有点像牧师一样啊，长老其他所谓长老，伊拢是咧敬拜上帝，耶稣是代表上帝教义对民众来咧帮助伊。那苹果是要除掉他，苹果是耶稣来给伊反抗的，就是因为我们人不懂，咱唔知讲哪有一个时会当比落来。耶稣讲伊是上帝囝，你你这个人足苦，咱会使家己讲家己是上帝囝，因为无了解而产生这个问题出来吼。所以咱看耶稣第3年中间上长对这种无人对伊真没有好眼色，然后甚至想要害伊、要害伊，拢总有最后当然嘛是比耶稣的这种定性一点吼，这人伊就得逞吼。而且咱看耶稣面对这人到底安怎？伊安怎面对敌对伊的人吼？咱看耶稣对敌对时，里面在圣经咧，我来分析就是马太福音5章3节，伊会解释来讲，有你可能啊。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目睭配目睭，用喙齿配喙齿吼。即个咧讲就是咱身躯会受到伤害。那要医院的时，有可能对你的身心灵3项拢会咱伊来互你会受到伤害。头前咱看是一个身体的伤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个是啥不一样？跟摩西当作古有习惯来讲。没有错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不要那讲，以要内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防止再伤害别人，也阻止这个报仇不要过分的报仇。你唔系讲我甲你受伤，甲你拍一个，你就要甲我抬，安尼就无对的。我甲你目睭，我甲你伤一个目睭，你干来再甲伤一个目睭尔？你袂使讲我分身躯甲你伤的。意思是讲你要是对的，不是叫咱来报仇的意思，但是防止把这个报复越来越扩大，主要性就安尼嘛。但主要说来讲呢，也教导说，你不要以恶人作恶，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要转过来回他。我请问你，两人面对面的时，你跟他怕也右脸，你要怎么打他？你们两个面对面怎么打他的右脸？这样打是什么脸？左脸。所以要打右脸是怎么打？这样打。这种是什么手势？什么走开？这个是非常侮辱的，这是很侮辱的。对，不是这样打，也是这样打你。这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方式。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都要转给他打。你那是，起码在国外国，因为以前基督徒在学校里面非常的少，但是那些非基督徒都不会记得这一句，会记得这一句，然后欺负你，就是说，你是基督徒，打你右脸，你在左脸不要给我打。这种欺负人的方式，其实完全是曲解了这个意义。耶稣不是这样讲。当你被人家打，身体受伤害，而且是那种侮辱性的怕你里面呢，你可以用主要说让你忍耐下来，为了什么？要以不抵抗、不计较的爱来面对他。一个巴掌打不响，你那是以前你乖乖反抗的心，到最后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这个事情就会恶化下去。耶稣告诉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旧约时代是没有救恩的时候。当他来之后，已经有救恩的行为，要用我们不抵抗、不计较的爱来面对他。这是好经验。当你的身体受到伤害的，耶稣有没有这样？有，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那第二个呢，你的心被控告，因为那经节来这里讲有讲非以利礼仪外业行，在40节中，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这跟整个这个古的这个社会哈，一直风俗习惯不赶快。
你这个中东的地方，他们普通他们穿衣服啊，就是里面有一件衣服，就是我们讲的衬衫，然后外面要穿一件怎样，好像毛毯一样，就是一种外衣。所以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拿那个外衣就卷起来他们的裤。所以外衣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而且是中东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温度差距非常大，白天跟晚上，所以甚至有几句的讲啊，讲人用外衣去典当，在这个当铺里面的时候，到晚上怎样要还给他，因为有通可以困眠了，你在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伫你所来讲啦，讲你若有人，伊表示讲拿你的礼衣要去当做典当的这种当回呢，就是连外衣都要给他。一般标准说，就是你哪个礼衣就礼衣给你就好，但是主要说来讲呢，拿没有，那要给你的礼衣的时候，你连外衣嘛可以哦。外衣是非常重要，你保障自己能够晚上还可以睡觉，还可以使用。目的是安怎？因为伊要甲你过嘛。你刚告你的时候，才拿你的礼衣去当典当。你说我要紧啊，我连外衫嘛可以啊，表示跟我是讲主动加倍保证，你可以信任我，你原来你是不信任我，绝对不是把我的礼衣拿去然后换钱，不是，伊个是救什么物件，我如果什么当做保证的，我给杀给来保证，你若我礼衣的时候，甚至你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裹着外衣赶快的那个，所以我来一天礼衣的时候，你能够到要挺直，有点类似像这样。耶稣来说呢，你连外衣都给他吧，表示什么？你要相信他，是我们加倍的保证的意思。有人对你不信任，对你的心的部分已经不信任，对我们心灵其实已经产生几种怀疑点。主耶稣本来讲，你要主动加倍的给他保证。第三，零受强迫要求的，就是跟你的自由意志有关的。你的自由意志呢，上帝的我被关那自由意志啊，但是呢，让我个人说到的，是吧？因为以前征服者罗马兵他们去打仗回来的时候，他是征服者，所以他看到哪一个人，因为我们对你最强一个乖乖最近，通常都是亚来呢。也来跟他背东西，但你虽然说定时给钱，要去定时给我钱的时，伊看迄个时给看到挂倒的时，一直那个兵啊亚旁边的一个人，国民来人谁文啊去帮忙耶稣看，那个人不能拒绝啊，伊无帮他拒绝，一直迄个时阵有这种规定的哦。当你是征服者的时，你有权柄找一个人来帮你做苦工。然后做完就走了，就这样。所以也当今天呢，背他的东西走1里路，耶稣来讲啊，那跟你走1里路，我自愿再陪同你走第2里路吧。意思起来呢，我们要心甘情愿的加倍服务来回应他。虽然第一次是你找我，要把你强背物件去行1里路，那是我被迫的，但是我知影你有这个需要。所以呢，我自愿再跟你走第2里路，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服务，用安尼来服务。所以你要放一些身心灵，但让我处一些不对等的对待，别人对你本来是本意是无好，但是虽然说来讲，咱用换一个角度，咱换一个心态去改变的时，会有无共款的结果出来。所以咱来做这个讲，咱的心态怎么样？虽然说讲，咱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一般来讲啊，你要听你主逼，要恨你的仇敌，因为仇敌不能离对咱无走，要恨他。你主耶稣说呢，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祷告，理由是怎样？咱们经节有讲嘛，因为天父用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人。耶稣。上帝是用同样的爱所有的。接下来经济来讲呢，你只有爱你喜欢的人，那别人那些不好的人也是这样的，那你有什么差别？你有喜欢换呢？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他一样，
他是将这些好处给所有人。那同样自头同样造好人跟坏人，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自头还是一样啊。一降我们缺余的时候，一降给我们，也降给别人啊。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到的这只是外面的，你外面享受到的降临，但是从内心，神是改变咱的内心的，神改变咱的生命。所以圣经讲，咱来信耶稣以后，咱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的内心不再是旧的那样，所以你有平安有喜乐跟你同在。其他也无接受人就无安尼啊，这是无共款。虽然外口日头是共款，好是共款，但是其实是无共款的。主要是讲啊，这是有目的的方面，你可以以天父儿女的身份，然后讲给敌对者不同的爱跟服侍。靠咱自己无办法，无办法。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你得要从上帝去支领那个力量，支领那个爱，是上帝就透过圣灵帮助你，你得让这个体力量保证。那各一等你无办法，因为咱的人讲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哇，你的国语用台湾有点，国文用台湾有点。这是《论语》里面讲的，儒家思想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这样代表每个人都要自私。一个社会来讲自私的人，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样？你想待在那个地方吗？上帝创造我们啊，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说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在神的心意里面。原是要叫我们怎样行善。我们被创造的是为了行善，为什么要上帝要透过我们行善呢？因为上帝借着我们将他的爱告诉别人。在活在世上有目的的，为了要行善。天书因为什么人不为己，天诛，这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想法。神要告诉我们，你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用这种心态，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要让他感受到上帝的儿女有什么不一样。最好我讲的终极目标，那你我在这终极目标是什么呀？在5章第48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你把一个目标能够达到的目标的话，那就不上就是终极目标了。永远达不到的是一个终极目标。另外一个解释，这个完全意思是我们真正像神所讲的 perfect 的一种完全，也许就会全部。你要像天父爱全部的人一样，你也要这样子，那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就没有那么严重，完全。大概完全，但是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你要像天父那种爱所有人的那种完全一样，爱全部的人，也就是在尝试着怎样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你大概很难的，你很难碰到仇敌，脸就转开了，还有跟他来笑，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不要去伤害到他，你可以暗地里为他祷告，没有问题，这我做不到。你要。像现今改革工那里几个在示好啦，有这个风险，我相信每牧师也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可以为他祷告。这个是我不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喜欢？一定有理由在。我们求神帮助他，他说不定是太自私了，他说不定常常霸凌别人，他说不定怎样，说不定一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是怎样。求神柔软野心来帮助他。不要讲说，我那个祷告中间祝福他，这样是平安等等。我们不是要这样，我们可以爱他，用着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为逼迫你们怎样祷告？你要爱他，不是说一定要举双手去把他，你只要为他祷告，然后常常为他祷告，求神来柔软他的心。我想这简单说怎样怎样。所以主耶稣也邀请的终极目标，原来是
来讲呢，我们要用神完全无私的爱，这个爱叫做阿嘎贝，没有条件。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讲的爱，爱就是讲阿嘎贝，才能够你在面前才觉得哦，原来是安尼在讲的通啊，用人来爱那个恒久忍耐，恩慈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的。哇，听到这个爱的负担真的很重。有这种爱吗？大概很难。但是那个爱原文叫做什么？阿嘎贝，就是上帝爱的那个爱，就做得到。因为耶稣展现出来上帝爱就是这样。我还是针对自己的终极目标，给我们一个比较高标准的目标，对我们来去学习，后来当成就那样。主耶稣跟我们讲一个人的这些原则都是因为这样，因为要我们学习用上帝的爱去爱这些敌对我们的人。耶稣是不是只有刚才去高奉的？我就这样弄一样，理论公安是嘴，然后自己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人，但是耶稣有没有行出来？耶稣他自己行。所以讲耶稣的实践咱看这个犹太宗教敌对起来，按照背负耶稣呢，在上面这些经典里面慢慢回去看，里面有讲，他犹大边伪亚述的形象嘛，用什么做记号？亲嘴做记号。亲嘴是一种亲密的一种动作，竟然用这么亲密的动作去卖耶稣。伊带兵丁要去出来，要去掠耶稣时，甲兵丁讲啊，我若按心里人真脆，迄个人就是耶稣，你通掠。哇，这实在是人心实在是太可怕了，用最亲密的方式来出卖耶稣。耶稣有没有碰到敌对的？然后怎样？他没有捉拿他。耶稣也没有带兵，也没有带枪，也没有带什么。你为什么捉拿？就带他走就好。他讲那个捉拿，什么叫捉拿？就好像抓那个什么抓犯人一样。电视上常看到那个警察要反锁，有点类似这样。竟然像对耶稣也用这种方式，然后就审问他。审问他里面，我们这个经节我们常看到，然后还开始就欺负他，吐口水在脸上，用拳头打他，还说你不是基督吗？你现在猜是谁打你啊？这样子侮辱着耶稣就长，直接把他，然后又讥笑他，说你是基督嘛？那你有什么自己救自己啊？用这样来侮辱他。我们看到这几个动作，是不是只有肉体的？不只是肉体，那种凌辱的话，那种跟你凌虐你啊，那其实就是对耶稣的身心灵全面的攻击。这些人呢，犹太宗教来敌对他们，以旧的现在来讲的嘴里洗对改这整个耶稣的全人格，让他整个毁灭掉。身心灵，你看这几个动作都是这样。哪些犹太宗教的团体讲，罗马政府呢也一样，那些兵丁怎样对待耶稣呢？一个鞭打他，是为什么要鞭打耶稣呢？耶稣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怎样呢？那你就审判就好了，为什么要鞭打他？有没有看那个几年前所演的那个电影？那叫什么电影？啊，受难记。有去看的记住吗？受难记，好一下。受难记里面是真逼真啊，他那个鞭子打下来，那鞭子里面还有倒钩的，打下来再起来是怎样？肉跟着起来了。主耶稣，事实上那时候是让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有这个理由，真的理由相信主耶稣受到很大的这种帮助，因为他最后就在第十字架。第十字架是当时小概严重的一个刑罚，所以政府绝对不会对救主怎样施以怜悯，该怎么讲就讲。所以主耶稣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抢，也没有怎么样，竟然要被鞭打，他要怎样定他死罪？并没有杀人，现在连杀人都不会定死罪啊，何况验死罪？为什么用验死罪？然后得到污咎。讲你不是做王吗？
那就用那个荆棘啊，编一个皇冠把它摆上去，摆上去会一条纹，一定是这样压下去。那个刺荆棘的刺就刺到头里面去，戏弄耶稣，最后还被他钉十字架，然后在他面前呢，将他的里衣跟外衣唯一的财产呢，把它分掉，然后还一直嘲弄他。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可以救自己吗？你不是这样吗？你不是这样。我想象中你就可以觉得那种情景是这样的凄惨。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救我。我们看到这个政府罗马官府这样，其实对耶稣也是这样，也是全面身心灵的攻击。所以你想想，那你生活中间。你只有受到一种攻击就已经很辛苦，身体受到攻击，然后用一种情感上让你能够受苦，那也已经很难过了。何况还火劫掉你是一个人，灵就是有灵人才是活人啊！连这一步都把你火劫掉，身心灵同时被火劫、被攻击，这种情形好像会非常辛苦。但是耶稣只要面对了。耶稣他如何面对这种敌人呢？在马太福音27章以下书中讲了，耶稣默然如神，就好像羊被拉到人家去宰杀的地方，羊也是一样，是温驯，不是被杀就被杀。耶稣是用这样子来对待，他交代我们要以这个上，他就是这样子做。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以前呢，第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讲了7句话，叫做十架7言哦。他讲了7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他没有杀人，没有做什么任何坏事，他用言语来帮助别人。来教训别人，互人当得到帮助，互人得到影响。这种的竟然叫人定性的，你袂感觉你就玩弄的啦？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你学校中间被冤枉，在家里被冤枉，你做哥哥也好，做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不好，结果爸爸妈妈通常都是处罚的呀，哥哥姐姐冤枉玩弄啊。那种小事情我们都会这样冤枉，然后就开始一定要找，要伸冤。主耶稣被人家做这样做，他还讲这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受难记演完的时候，听过一个见证，作为一个非基督徒，你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基督徒为何只能够这样子的不认识的人也关心他，也爱他。很喜欢帮助别人，他以前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在你思想里面啊，人不会讲天诛地灭啊，怎么你会有这种想法？他去看了受难记回来，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因为你们所相信的耶稣就是这样，他没有做错任何一个事情啊，但是他被审判，他也不发言，然后被凌辱，他就是这样默默的承担，然后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一句话就怎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们所相信、所追随的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会这样子啊。我现在终于明白基督徒为何是这样。我们没有比较好，但我看过去，虽然说是安尼，但你要学会平安，那么不忙干多一层。他真正的自己实践出来了，他求赦免他们，不只是这样。他还跟那个钉十字架在他旁边的那一个钉十字架的一定是重犯啊，另外有一个人还是怎样，还是踢球哦，嬉笑他说：“你不是自己吗？你可以救你自己，你可以下到不要被钉下来就好了。”另外一个说怎样？我们那本来也是犯人啊，重犯，那钉十字架是理所当然，耶稣也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然后就跟耶稣讲说。以后你懂的是记人话，耶稣跟他讲这句话，路加福音23章43节，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耶稣你接纳这些罪人。耶稣面对敌对的人，不只是饶恕他们，还接纳他。我们可以很容易饶恕别人，或者饶恕可能蛮就难的啦。但是你可以说好啊，我就不计较好了，不计较不够耶。主耶稣要我们怎样？还要接纳他，跟他一起在乐园里面。主耶稣用了他自己本身给我们当做模范，我们呢以完全无私的爱去摄接纳跟祝福。我们大概只会做到前面一个，我会赦免他，会饶恕他。哇，我要再接纳他，我太难了。我要再祝福他，哇，更难了。体的体系也都要做，这是我们的人，我们人软弱的地方没有错，这是什么？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给我们要天赋一样的完全，所以我们得学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有办法。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结论来讲，耶稣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的耶稣，现在他仍然在你我的心中。所以耶稣跟你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在你面对敌对人时，你越来放怎样啊？他就要一不一样，中国带的想。他要你用不抵抗、不计较的爱去面对，然后要愿意主动的加倍的给他保证，然后用心甘情愿的加倍的服务呢来回应，用不同的爱跟服务以这个模式，最后是学习神的完全无私的爱去赦免、去接纳、去做。我相信咱比生活中间咱很难，但是没有关系。当你觉得你很难的时候，可以想想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但是耶稣给你当模范，因为他爱人。所以问题还是回到那个爱。等你脑筋停一个那个玩意刚才想那个嘴，停对不来，一停比压缩来。你可以祷告，跟神祷告，我的爱不够，求神你来帮助我，让你给我的爱足够这样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所以我们更需要神哦，更需要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说，你过去也许曾经中间的一样，第一样是怎样？也敌对耶稣，也敌对教会，或是敌对某个基督徒。我们有可能是这样，或者呢，你有可能呢，有人面对有人来敌对你，你是一个敌对者，或者是被敌对者，都有可能中间的一个。今天主耶稣感恩公安嘛，也教导了人公安，也是好百姓的不精简。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是讲他自己来实践呢，第一个我们要接纳跟祝福，你要告诉那个人，今日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虽然你以前待我不好。但我今天有好的可以享受，我也邀请你一起来享受。我最好的享受你讲，我有永生的盼望啊！所以我盼望你也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你用这样去接纳他，去祝福他。或者可能这样，那个人是敌对的你，你可以试着饶恕，或是饶恕他们，或是赦免他。就像主耶稣所讲，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能够做到吗？唯一的答案是这样：你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你才有办法。我们愿意每个人他都能够接受主耶稣，然后做他真正的门徒。靠着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也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样。主耶稣跟现代人在工作不一样。那么讲到地高的讲啊，咱拢会变来一比一寡敌对咱啦。有时候在信仰上，有些是莫名其妙，你根本不知道那些某种原因，那个人就是讨厌你，因为他跟我敌对，也有这样子的，很多有这样的情形，对你的身心你都可能会抵抗。主耶稣嘛，对不对？你主耶稣感恩公安啊，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爱，然后去面对这件事情。只要你心中有神的爱的话，你这些都做不到。因为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在讲说，你曾经怎样子
经历过一张决定，然后你如何从那个第三个问题要问你了。其实你面对敌对攻击，是否只是因为的退让？因为退让跟爱仇敌有何不同？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爱，主耶稣告诉我们，面对敌人要用爱为出发点，不是叫你因为的退让。他一直欺我的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你是出于爱，你才会这样子做。所以出于爱就是标准和一劳一的。你对他祷告也是一个，你要告诉他的错误的标也是一个，不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要是一来我受到正确教导，他以为他这样子做是对，他还会继续欺负到别人，这都是不对的。你事实要跟老师讲，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你有房子，你就继续讲，人家有智慧。神要告诉我们，用爱出来的是要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边来？从上帝来。圣经整本就在教导我们，绝对不是叫你讲啊，这些网人，别人欺负我，我欺负我。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是人家可以从你身上去领受到、认识到真理，那才是我们所讲的爱为出发点。那么，今天这学习，让我们在主耶稣给他讲的地方在，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有他的帮助。你那为今天主耶稣给他帮助，咱把心里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不是2000年前的一个主，你现在永远搁伫我的中间。你这个信心徛伫我每一个心中，成做我的帮助。阮面对着真侪这抵着阮、反对阮的，阮伫你的身躯上，阮来学习要安怎会当面对伊，就是用对主你所领受的听，成做阮的力量，阮会当来。主你来帮助阮，主你家己本身的这个你模范嘛是阮安尼来学习，阮有着主加做阮的寡客，有信心会当坚强阮的气力，来献上阮满心的感恩。求主你帮助阮，求主你常常提醒阮，特别当阮软正软弱时，主你就阮在你的恩典有够的关联，阮当活好着伊，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